接下来我们看3之2的题型，我最怕的是什么？因为在这个题型当中，因为我最什么样的句型非常类似，不是每一种句型都要我们陈述3项，有时候会改成请你描述原因。我们直接来看这一个题型。示范题呢，有乜嘅動物也係蟲嘅，係唔親強嘅，做乜嘅會強咯？我們可以套用的句型是我親強嘅係乜嘅乜嘅，因為原因是什麼？套用了句型過後，我們可以這樣回答：我親強嘅動物係沙果，因為佢生得長長又會咬人，當得人驚哦。